當暮色浸染長安，歷史喺南北兩處同時被喚醒。南有皇家園林嘅盛世氣象，北有市井坊間嘅百味人間。今夜俾我哋一齊穿越時空，感受盛唐嘅雙生面孔。大唐芙蓉苑坐落於隋唐皇家園林遺址之上，係全球最大嘅仿唐建築群。呢度嘅一磚一瓦、一景一物，都喺度無聲咁訴講住萬國衣冠拜冕戌嘅開放與包容。當夜色深沉，芙蓉苑嘅魂魄喺鼓聲中甦醒。呢場名為《古的盛宴》，以流傳千年嘅非遺東倉古樂為魂，講述咗一個關於傳承與榮耀嘅盛唐故事。從皇家嘅雅樂殿堂一腳踏入盛唐嘅市井坊間，永興坊呢片曾經係唐代魏徵府邸舊址嘅土地，如今將陝西全省嘅非遺美食與民族匯聚一堂。喺呢度，你唔單止能夠一站式食遍三秦風味，仲能夠喺一些老腔、一碗美酒中觸摸到長安最鮮活嘅脈搏。一夜長安，千年一夢。從宮廷嘅華美樂章到坊間嘅熱情喧囂，呢個不單止係一場穿越時空嘅旅